来看这开工咧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即马全台湾的是拢无到15度。另外，今仔日嘛是24节气当中的立春。人讲这立春落雨透清明，意思就是讲，这立春迄天若准是落雨，到清明进前这段期间，这雨水拢会较高。也那气象署是表示讲，目前看起来，今年春天的雨水这量会少一丝啦。高工的年假结束，拜一各行各业开工，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加上华南分河区刷往东平，北部甲东半部拢是淡搁冷的天气。气象署表示，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拜三，预告中部以北依然上冷，会出现8度到11度的低温。那到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受到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的一个影响之下，所以整个气温上都还是会比较偏冷一点点。那预计就是说，在下一波的一个冷气团的一个强度上，跟这一波其实会是差不多的哦。所以像是在中部以北、宜兰地区的一个低温上，大概就是都在8到11度左右，然后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在12到14度。另外，2月初3立春也是24节气的头一个节气，俗语讲立春落雨透清明，意思是讲立春若是落雨到清明这段期间，雨水可能会较高。有台语专家讲，早前因为无专业的气象预测，所以是照古早人的经验豆豆累积起来的讲法，到当来无一定准，不过会当当作参考。另外，专家嘛表示，立春代表春天的开始，侪所在会破产，所以雨水的侪少就真重要。过节人啦，感觉讲立春若是落雨，这个雨水可能就一直延续到清明。以前是无气象学嘛，所以拢是照经验，照过去的经验来讲，春天咱就是开始破产的时阵嘛。所以你若要布稻仔的时无够水，这个稻仔就袂水。针对春季的雨水量预测，气象署指出，今年春天的雨水量是正常偏少。另外，气象署嘛表示，虽然拜四气温回升，不过刷落来拜5暗会阁有第2阵强烈大陆冷气团，所以规礼拜依然会感觉冷叽叽。气象署也提醒民众加套衫，避免感冒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